大家好，呢周法庭重點新聞有涉及違反國安法同串謀製造爆炸品嘅案件，7名未成年男女被控串謀製造爆炸品，意圖危害生命或財產罪。日前經東區裁判法院處理轉介文件後，排期5月14日提交區域法院審理。時事評論員黃岸然涉嫌喺互聯網泄露與國安處會面內容，又喺節目評論大埔宏福苑大火時發布煽動影片仇恨中央及特區政府。黃岸然否認控罪，但審訊時唔會聘用律師。法官排期喺10月9日開審。警方2024年7月喺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觀塘分校對開斜坡，檢獲大量不同種類化學品及一批武器和電槍。涉案7名未成年男女被控串謀製造爆炸品，意圖危害生命或財產等罪。案件日前喺東區裁判法院再提訊，法庭應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5月14日，轉介至區域法院審理。期間7名被告獲准以原有條件繼續保釋外出候審，包括不得離開香港、需定期到警署報到、遵守宵禁令及禁足案發地點等。前民陣副召集人兼時事評論員黃岸然涉嫌喺 YouTube 披露與警方國安處會面嘅內容，並喺發表大埔宏福苑大火評論時，涉發布具煽動意圖嘅影片，煽動仇恨中央及特區政府，被控妨害調查、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以及明知而發布具煽動意圖嘅刊物兩罪。案件日前於區域法院再提訊，黃岸然以不認罪，撤銷法援申請，並喺審訊時唔會聘用律師。法官曾問佢能否勝任自辯，黃回應勉勉強強啦，冇辦法。法官將排期至10月9日開審，期間黃岸然繼續還押。兩名保安員涉嫌於2025年立法會選舉期間，分別喺社交媒體轉載煽惑不投票貼文及留言，煽惑投無效票，被廉政公署起訴違反選舉條例。日前案於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涉喺社交媒體留言由字及罄，諧音由字及興嘅63歲被告認罪，辯稱手多唔屬 FB 操作及不知法律後果，為裁判官指佢嘅留言刻意使用錯別字，屬蓄意煽惑，不知法律並非辯護理由，須判阻嚇性刑罰，判監禁2個月。至於另一名38歲被告，則准以1000元保釋，至5月27日再訊。至於兩宗涉及名牌食品店結業欠薪嘅案件，開業41年，高峰期有20幾間分店嘅大班麵包西餅，舊年6月全線結業。3間與大班麵包西餅有關聯嘅公司及大班麵包西餅時任主席廖志強涉嫌拖欠員工薪金，共逾140萬元，遭111項傳票控罪。案件日前於九龍城裁判法院再提訊，控方指辯方公司已通過特別決議啟動自願性清盤程序。裁判官案件押後至6月1日再訊，以待辯方閱讀控方提供嘅文件。此外，於舊年中全線結業嘅海皇粥店，其母公司海皇國際2名董事拖欠10名員工563000元工資而被控，日前喺東區裁判法院承認控罪，合共被罰款132000元。呢周法庭重點新聞講到呢度，下周再會。